也有用过啊，做官啊，还会用过。我咧从那个得理心的这台新店哦，新店啊，新店来的啊。这个贵了，呀，哦，这个贵了，哦，这个贵了。做这边那个，小只高价，你最好送那送。这高价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你也这样，你小动的啦。哎，我给弄一个小动的。我们我那这高价忙。哎，那个抓长时间。靠山里这个是嘛？这个养你别弄来切了，那我得弄给他，你弄你来切的。我说了，我说这个放在里面放给你多少？那个对了。啊，怎么搞啊？这几天啊，我你放屁啊！你要放屁，我不得了。啊，过温哈，过温哈，防过温。啊，先抓住手机啦，先抓住啊手机。咱那个直条啊，金属类塑胶的价钱无同款啊，好莫大啦哈，好了做那个大把的啦，有的大吸子拢会拔开啊，哎，直条较大的价值啊，资源回收分类啊，物尽其用，资金要帮助开发投入、开发投张，泰国的开发啊，手机